瑪莎拉蒂時，買不起時光的宗旨，追不上後悔之時，忘掉我為了什麼想飛馳，用什麼追回往事。買得起最貴相機，那時買不起流失的景致，櫻花散落了太多次，遺憾約會已預約一輩子，菲林會預期誰能制止？如何可以買到溫暖屋企？如何可以買到真正珍惜的你？幸福感、溫馨感，真心重要竟買不起，無奈有了所有。